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再一次聚集在神最爱的圣殿里面了。感谢主，今天有一章圣经章节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记载在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我们看到说，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必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也就是说，他是带着温柔，骑着小只的驴子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爱你；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亲爱的圣灵，我欢迎你。你是上帝所拣，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是上帝分别为圣的子民。今天是上帝的日子，也是上帝要赐予我们重新得力的日子。我们要开口歌颂你的大能，恳求上帝悦纳我们为你献上一切的敬拜与赞美。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名求，阿门。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给我们的主，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最大的掌声，阿门吗？我们大声来拍手，因为主的名你是配得的。我们一起说：耶稣，我爱你；亲爱上帝，我感谢你；圣灵，我欢迎你。在这时候，借着这首歌，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吝啬我们的掌声，也不要吝啬我们的身体，我们如同大卫一样，用歌声、用舞蹈，再次来宣告主说：主，你是得胜的主，阿们吗？今天我们就用这种新歌，一起来献上我们的赞美祭。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这样子跟我一起宣告说：神的之名
多后书3章17节这样告诉我们，主就是那个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阿们吗？阿们。今天是主所命定的日子，求主赐下新的恩膏，圣灵要浇灌右昌教会，右昌教会弟兄姐妹们要欢呼，要赞美，要活出神的爱。阿们吗？我们再次求神的恩膏来充满我们。主恩膏充满我们，从前主的生命正在运行，带下医治的恩典。我看见主生命正浇灌中教会，是去他手间血肉。我们再一次，我们要感谢主的恩膏要充满我们。我感觉主充满我们，中间神的生命正在运行，带下医治的恩典。我看见主生命正浇灌中教会，心去他手间血荣耀。我们一起来说。在你们身上吗？你们得着了喜乐吗？你们要得着了真平安吗？大声点，听不到。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说，新酒要浇灌，新酒浇灌，带下新鲜恩膏，说不尽的喜乐充满我。
谢谢你，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隶的恶辖制了。主啊，你的信实广大，怜悯不断绝，你的慈爱永远长存。阿们，阿们。向主说：“主啊，你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在你里面我一无所缺。你是我盼望，在静悄的溪水旁来安歇。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依靠你，我心里不再惧怕。虽有狂风暴雨，你大能手平息，我平息，心中向前，扬声宣告你是新是神，赞美你，仰望呼求你，日间云柱引领，夜间火烛保护，使我安然居住。扬声宣告你是新是神，全心信靠你允许。沙漠走开江河，当夜中开道路，耶和华你成就大事。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在你里我一无所缺。你是我盼望，在静悄的溪水旁来安歇。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依靠你，我心里不再惧怕。虽有狂风暴雨，你大能手平静，我平息，心中向前。我们一起宣告说：扬声宣告你是新是神，赞美你，仰望呼求你，日间日出引领，夜间火烛保护，使我安然居住。扬声宣告你是新是神，全心信靠你允许。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耶和华你成就大事。主啊，求你再次保守看顾我们的心。这星期我们看见很多人在拜偶像，在烧纸钱，做了神你不喜悦的事。求主赦免他们，因为他们还不认识你。求主亲自掌权在我们台湾，让魔鬼撒旦一切的风俗
成为你的国。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一次来向神献上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谢谢主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依靠在他的怀中，享受主的爱，明白主的爱，更要来分享主的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向神献上我们的爱，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向神献上我们一切。我们开口向神祷告，主，我感谢你，主，我赞美你，主，谢谢你爱你的福利。再次能够让我成为你的儿女，宝贝的儿女。主，不管高山或低谷，主，你爱都未曾离开过我们。主，不管我们往哪里去，主，你的心思都与我们同在。主，信靠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我们相信你，我们信靠你，把全心的交托在主你手里，因为我们与别人不一样，我们是属乎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子，我们是你的女儿，是你所口在所感心的。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来祷告，求主来赦免那些不认识的人，让世人能够听见你的福音，他们要回转归向你，再次享受全能上帝的爱。我们再次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祈求，向神来求饶恕，向神来求赦免。恳求你再次来可怜那些未听到你福音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没有平安。主啊，他们向这世界上的鬼魔来求平安。主啊，恳求你再次赦免他们，也再次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开口向他来传福音，让他们能够听到主的福音。主啊，你的双手也再次展开，也再次跟着他们回转向你。阿爸父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再一次大声来宣告。天天充满我们，浇灌我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再一次向你献上赞美。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名求，阿们。我们仍然站立，一起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伟大的神，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山寨，是我们所依靠的。主啊，我们恳求你救我们脱离来自恶者的网罗以及毒害的瘟疫。主啊，我们求你用
你的羽毛来遮蔽我们，使我们投靠在你的翅膀之下。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能够安然站立得稳。主啊，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主啊，抚慰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来自疫情当中的恐惧、惊惶，因着主耶稣能够完全的平静。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疫情的当中，主，我们也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丧失他的家人。主，我们也恳求主你来安慰他们。主啊，让他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能够知道在主你面前，主啊是最大的祝福。认识耶稣是最大的祝福，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也相信，主啊，疫情不会击败我们，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因为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在病痛当中，主，你使我们得到释放，你使我们得到安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急难的当中，主你与我们同在；在危险的当中，主你搭救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耶稣，让我们今天早晨，主我们来到圣殿，主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你。主啊，让我们用虔诚的心，让我们来敬拜你，这是何等的美好！主啊，因为我们相信，主你必施行你的拯救，主你必施行你的救恩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要施展大事情，主啊，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来依靠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会堂当中，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今天能够更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祝福。感谢赞美神，将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主堂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在广场转播的看转播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先来做报告，我们一起能够来看教会的消息。由小弟来报告。第一，本会的消息，本主日为牧恩之家主日，我们欢迎李国阳牧师带领同工前来本会请安，敬请兄姐踊跃的奉献以及代祷。第二，右昌教会的公告，指挥中心宣布8月9日到23日防疫层级降为2级，本会所有的相关实体聚会将陆续的恢复实体以及线上并行的方式，说明如下：本会已获得每次100人以内的室内聚会，在主日礼拜的部分，台语、华语以及青虫可以接实体以及线上礼拜来进行。在圣歌队的部分，圣歌队的主日不限诗，但周间的练习是可以的。各牧区的部分可以采实体或者是线上来进行。儿童牧区的部分仍然维持线上的聚会方式。早天祈祷会以及周三的祷告会皆采实体来聚会。本会的外展事工依照防疫规范以及实际的状况自行来决定实施的时间。加入线上聚会的，敬请我们小组长能够协助各组线上聚会的人数，以及学生牧区、儿童牧区，请务必帮助做到奖学金的申请规定事项。在疫情的期间，敬请我们的兄姐能够善尽上帝儿女的本分，尽力的做到聚会不停止，祷告不停止，传道不停止，行善不停止，奉献不停止。教会鼓励兄姐利用各种的方式来奉献。线上聚会的，我们可以每个月1次来拿到办公室；有参加小组的，也可以请小组长来代转。另外，奉献也可以用周报的封面银行的账号来奉献，但是在转账之后，请联络我们办公室的同工，
以便周报的登录。在疫情当中，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小心防范，但不要惧怕。更多的祷告，更多彼此的相顾，以实际的行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另外，本会今年的父亲节，教会赠送每位爸爸一个精美象征信仰象征图案的皮带，我们领取到本主日为止，请我们本人那是我们的会员到办公室来登记领取。本会定于9月5日星期日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式，欲参加洗礼、坚信礼、小额洗礼的，请于8月29日向办公室来报名。未参加幸福小组的，需要上信仰告白的课程1个小时。幸福小组全球线上的研习会，要参加的，请各牧区小组在8月29日线上或者是洽办公室来报名。下周主日8月29、8月28、29举行2021年第3次的圣餐礼拜，敬请全体的陪餐会员预备心，攻守圣餐，同沐主恩。在肢体的消息，互助社助学贷款专案利率是0%，即日起至协会每个学期助学贷款额度满了就停止受理。所以我们欢迎就读本国政府立案的公私立的学校的社员有意贷款的，请赶快向互助社来洽询办理。我们报告以上。我特别昨天我们在这里有一场告别礼拜，就是我们教会黄敬哲长老的令尊黄思霸弟兄老弟兄门主恩召90岁感谢上帝他的家族那个敬哲长老的弟弟黄敬立弟兄在那里钟胜也是这样子谢谢大家的关心代祷谢谢大家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有一位新弟兄在我们的当中，严崇仁弟兄，我们起立，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聚会。在现场还有我们新的朋友吗？广场如果你有新的朋友，我们也欢迎你。那我们也欢迎今天在我们当中的牧恩之家，我们的牧师李国阳牧师以及带领他的团队我们也拍手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参加在我们的当中。圣经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翻到了由我来攻读。第2章第1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迦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浅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以上。再来见证讲到，我们把时间交给牧恩之家李国阳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哈！我们的实体聚会已经内政部都申请了哈，我们在礼拜就是可以100人以内都可以哈，所以请弟兄姊妹有机会尽量能够回来实体礼拜哈在教会实体礼拜敬拜的感受是一样吗？100%不一样哦，非常感动，真的是实体跟线上是不一样哈。那么会让大家能够回来哈。感谢主，今天是牧恩之家的主日哈。牧恩之家就是专门做戒酒、戒毒、戒瘾哈，在我们南部做的最有一个果效最有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福音机构。感谢主哈，我们谢谢我们的李国阳执行长带领非常好今天他们的团队特别来那他们也准备一些义卖品在外面大家也可以来购买愿上帝赐福他们的事工，因为在疫情当中，我们知道每个福音机构都是遇到财务上很大的一个困难愿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国阳牧师。谢谢牧师，还有各位牧师，看到台下有好几位牧师，楼上还有一位牧师还有各位长执、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个也是牧恩之家疫情之后的牧恩主日的第一个我还记得上一次在5月份的最后一个牧恩主日，就是我们到高雄林良堂，隔一天马上就是从2级就变成3级了。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没有机会到各教会去，有机会在各教会介绍有关牧恩宣教的工作。那很感谢神，这一解封以后，然后就可以有机会能够来到右厂长老教会来有一个实体的聚会。如同刚刚牧师所说的，实体的聚会跟线上的聚会真的不一样。因为怎么样不一样呢？如同我们刚才我们一同敬拜的时候，刚才我唱第3首诗歌里面所说的，耶和华真的是我们的牧者，他让我们没有缺乏。虽然在疫情当中，牧恩上下，包括有学员，包括我们有同工，差不多我们有接近100人每天都要，我们是生活都在一起，24小时生活在一起。那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意思是什么？就吃喝拉撒睡都要在一起，所以张眼张口都是需要钱。可是上帝在疫情当中，他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使我们不致怎么样缺乏。他真的为我们行了大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思想到的一件大事，好像就是神要做很了不起的事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神在疫情当中仍然让我们经历到他的大事。他经历到了他什么样的大事呢？他说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可是神的儿女仍然在上帝里面得到丰盛的供应。那牧恩之家我们在多年前有来，可是我常常会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我们牧恩之家的创办人之一就是芬兰的宣教士。他也牧恩之家已经有28年了。我是27年来到牧恩之家戒毒的一个海洛因成瘾者。当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海洛因脱瘾的时候，身体非常难过。可
可是有人24小时陪伴着我们，更有这位宣教士，他是一个从芬兰来的宣教士，他每天在跟我们一起生活在一起，他还回国募款来照顾我们。牧恩之家是一个不收任何费用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募款又跟我们都生活在一起。当我脱颖的时候，我就有个弟兄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四目相接的时候会含情脉脉吗？啊？会怎么样？怒目怎么样？相向，怒目相向。怒目相向完毕以后，我会跑过去跟他讲说：“耶稣爱你吗？”不会吧？我就冲过去。你看，在牧恩之家生活是每个人穿背心、穿短裤，就不小心那个什么，一条龙啊就跑出来了哈。你们现在看我这个样子，好像没有龙哈，我全身都龙了哈。然后我们就冲过去要打起来的时候，芬兰这个宣教士就站在我们当中说：“你们要打就怎么样，打我吧。”我那时候不认识耶稣，我也没听过耶稣的事。我透过这位贾贝利宣教士，我看到他所说的那一位耶稣。他跪在我们中间说：“你们要打就打我吧。”其实我在牧恩之家，我3年多以后，神呼召我就回到了去念神学院，念完我的硕士，然后我就在教会牧会蛮长的一段时间。10年前，这个宣教士又再一次来找我，他说：“我愿不愿回来牧恩之家重新带领这个团队？”我说：“我问这个宣教士，他从芬兰飞回来，台湾找我了2次。他说我愿不愿意？我说我心中一直有挂念这样的一个弟兄，可是我觉得呢，虽然我是一个过来人，可是我要再回来牧恩之家这样的一个服事，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挑战，因为跟在教会的服事跟在福音戒毒的服事是不一样的。”他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越是困难，就是越显出上帝的怎么样荣耀来；越是困难，就是越显出上帝的大能来；越是人看为不可能的事，越是可以经历到耶稣道成肉身那种高投资、高报酬，让灵魂可以得救的事。因为他这句话的鼓励，那我知道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真的是福音戒毒不是一个高投资低报酬，它真的是叫做高投资高报酬。因为我救我一个人，救我的一个怎么样全家，不止救我父母，救我兄弟姐妹，也救我的怎么样下一代。我有新的一个下一代，全新的下一代，这一代是怎么样可以在主里面的下一代。我就有一次带着我们因为牧恩之家我们有好几个家园，其中有一个家园是青少年家园，我也是天天住在那个地方，在屏东。它是我们专门服务12到18岁的青少年，其中有一次有一个15岁的青少年，他来到我们的亚当学园，他就有一天跟我讲说：“牧师，我好想去看我爸爸。”我说：“你好想去看你爸爸？好啊，牧师安排时间带你去看你爸爸。”他爸爸在哪里？他爸爸在屏东监狱，因为贩毒，在里面判无期徒刑。然后我带着这个15岁的小孩到监狱的会客窗里面看他服刑。当这个小孩拿起那个电话筒，另外一端当然就是他父亲。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说：“爸爸，我从小到大可以跟你面对面讲话讲得最久，都是在这个地方。”他父亲真的哭了，这个小孩也哭了。
哭完以后呢，我带着他离开那个会客窗，走到外面，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牧师，我很不想像我爸爸，可是我越来越像我爸爸。”他为什么越来越像他爸爸？他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牧恩之家亚当学园？因为他跟他爸爸一样，怎么样？又吸毒了。他为什么又会吸毒呢？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从小就没有妈妈了。他可以维持他生计活下来的人际关系，就是他爸爸所认识的怎么样叔叔伯伯。可是他爸爸认识的叔叔伯伯都是做什么行业的？都是贩毒的。所以他只能找那些人，帮他们跑腿做小蜜蜂，然后贩毒，然后最后被抓，然后保护官打电话给我说：“林牧师，你愿不愿意再陪这个弟兄，这个小弟兄陪他再走1里路？”我说：“只要愿意，半夜我们也愿意去把他们载回来。”然后我们把这个小孩带回来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有很多我们没办法选择的，包括我们的父母，是我们没办法选择的。我相信我们那个15岁的少年，他也没有要选择一个吸毒的爸爸，他也没有要选择一个从小离开他的母亲。可是这没有选择当中，我们怎么带着他经历到艰难又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呢？他改变了，他现在是一个装冷气的，开了一个装冷气的工程公司。他因着这个艰难，却在艰难当中遇见那为他道成肉身的最艰难的那一位主。因为那位主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宝贵，所以因着有主，这是一代一代的事情。它不仅仅是宣教，更是可以经历到福音改变世世代代的一件事情。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福音戒毒是不是高投资高报酬？是不是高投资高报酬？因为耶稣就是一个最懂得高投资高报酬的那一位主。他看我们为宝贵，所以他愿意把他给了我们。所以这个是艰难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既然艰难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那我觉得牧恩之家更需要做一件事情，让更多在艰难当中跟我一样的人，他可以回来怎么样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一个门徒培育中心。这个门徒培育中心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校训，他们必须完成我们戒制的1年半的课程，蒙上帝的呼召，好像如同报考神学院，你有没有心智，然后你才可以进到我们这个培训中心。为什么要我们成立一个培训中心呢？可能我们就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都是一群无知的小民。我们过去可能放荡的人生当中，没有读太多的书，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像一般的人回归到正常主流的教育。可是我们是没有知识，没有才能，可是我们有一个愿意服侍神的心智。可是不能只有一个单单服侍神的心智，我们还要接受好的装备、好的训练、好的生命的陶塑。所以我们2年前就成立一个培训中心，这个我们的校训就叫做效法基督，仆人心智，戒毒怎么样宣教。在这2年当中，他们要学什么？有些人可以回到村家，不管青少年、成人，成为训练别人得着福音的人。另外一部分，有些人可以透过技能的装备，能够去服务社区的弱势团体。所以我们这2年当中，就有分流的，像
职能培育的门徒训练中心一样，分流在当中做一些生命的装备。那我们今天也很高兴，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弟兄哈，伟龙哈，他现在也是读我们的门徒训练中心啊，他来分享他个人生命的见证。然后分享完毕以后，我才会讲马可福音的经文。然后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伟龙。牧长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叫伟龙，今年45岁，我是北部人，住新竹。那我在进牧恩家之前，我的身份是一般的上班族，工作职务内容是机械设计工程师。就是一般我们要制作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图画好，然后给工厂做，因为工厂它就是依着你画的图，依照外形、功能、尺寸去把它画出来，去把它制作出来，依照我的图面，所以我的图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假设如果我要做一支20公分的塑胶尺，如果做出来只有2公分，那什么问题？那可能是我画错，或是我单位搞错了。那人家是照着你的图画出来，那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不能用。那责任一定全部都是在我的身上，因为你是最先起权的出发的地方。你图画错，人家是照着做错。那做这个东西要非常仔细、非常小心，因为它是最起先的地方。我有一份工作是做我们护国神山台积电的一个工程，它在中部的一个厂区，它的厂区大概比这2倍大的，你们就教会很大，大概2倍的宽度，长度大概3倍。这整个空间里面，我必须要拿着红外线测距仪，把里面的梁柱、里面的灯、里面的消防设备、管路全部都要量出来。因为我的产品是化学滤网，它要布满整个空间，一层一层一层布到最后面去，一个尺寸都不能差，因为如果装错了，我的东西整个都装不上去。那跟这种大公司做是要跟他签约的，如果做不好有问题的话，他是要你赔钱，搞不好那个公司可能就被我画一个工程图，可能就画错，那可能就不见了。感谢主，这个公司现在还在，而且营运得很好。所以我的工作是有一种压力存在。那一般我们遇到压力，一般人可能会去健身、跑步、游泳，做一些比较正当的休闲活动。那因为过去工作的惯性跟习惯，那可能下班之后，同事们找一找，那可能去吃饭。那吃饭当中，席间可能就去唱歌，那唱歌席间可能就会有喝酒的情形出现。那我也是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唱歌、吃饭、喝酒，习惯这样子一个模式的时候，那我酒越喝越多。可能一开始我会找礼拜5、礼拜6，隔天休假的时候我才去参加这种聚会。可是喝酒次数越来越多，那个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我想要喝我就去喝了，那我不会去考虑说明天要做什么。那我曾经喝到很夸张，本来有一家公司，我是今天早上要去做产品发表会，必须要上台把我的产品介绍出来，所以我前一天晚上又是喝醉，结果第2天开天窗，那想当然我的工作也就是被我搞砸了。那过去我喝酒很夸张，第一次我喝酒的时候，在酒驾在台北被抓到，那警察还蛮好心的，下来就说弟兄不要喝酒就不要开车，这样子很危险。那就很奇怪，因为那是大概10几20年前，酒驾还没有这么严格罚则的时候，我就在台北被酒驾抓到了。那我经过这样的事情之后，我自己还是没有警惕。再有一次我喝醉之后，人家是朋友找我，他失恋，找我陪他，可能要跟他谈谈话，让他有点心情抒发一点。那期间也是喝酒，那喝到最后，
他回家了，那我也开车回家，结果撞到那个安全岛，我整台车撞掉，整个昏迷，被送到医院急诊，昏迷了3天，因为我的脑部，我那时候也没有系安全带，整个脑部撞到挡风玻璃，我头部淤血，需要做紧急开刀，如果不开刀的话，可能就有生命危险。是3天之后我才醒过来，旁边看到我爸妈，看到我家人，我妹妹，他们都非常的伤心。这事情之后，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重大的已经危及到我生命安全的事情了，还是没有让我在喝酒当中汲取教训。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这个错误。之后有读到圣经，我才知道，立志为上有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一直被酒精捆绑，我一直被罪辖制，我一直很想要改变，一直想要做出不一样的决定，不要再做那些让人家伤心的事情。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我没办法。在2年前，我上网有看到牧人之家可以帮助人家戒酒、戒毒，那我抱着一个决心，我一定要改变，我不要再让我周遭人再这么伤心难过，我要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来了牧人之家。牧人之家来了牧人之家之后，整个生活作息很正常，有固定的时间，有运动时间，有圣经课程的时间，有外面的牧师传道，还有我们村内的同工来跟我们上圣经课程，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不会再一直沉迷在以前那些错误的思想法，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它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读它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种醒悟的感觉，以前做过太多不对的事情，可是看了圣经话语之后，它可以改变我的思想，改变我的想法。那其实，在牧人之家1年半的时间很快，我在去年10月，我已经满期1年半，我可以选择离村，回到新竹，以我过去的学经历、职场经验，我再找一份工作做，一样的工作做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很怕，我进到 7 的时候，要买饮料，结果又把啤酒拿起来。我很怕回到过去的那种境况当中，所以我决定留下来，在牧人之家再接受2年的装备，因为我知道我的命是神给我的解救。因为那时候我生病，我车祸撞到的时候，我妹妹在花莲，她读师范学院的时候接到电话，她坐着火车回来，她那时候已经有接触到信仰了，她在学校有接触到信仰，她整路一直跟神祷告，一定要救我哥哥，不要让我哥哥变植物人，不要让他怎么样，一直祈求神，感谢神，神垂听了他的祷告。那他觉得他那时候祷告说一定要救我哥哥，他之后也会为了这件事来侍奉神，那求神能够垂听，感谢神，神救了我的性命。那我妹妹她现在也在新竹牧会，她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完全奉献给主，因为她跟神求。那我自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是事后知道，因为这样的关系，我那时候在牧人之家满期之后，我也才想到这件事情，我不要再那么执迷不悟，我不要再这样子让人家伤害。我妹妹已经跟神做出了祈祷，那我也应该回应她的祈祷。我未来虽然我留下来要帮助人，我还需要很多的装备，也很需要很多的欠缺。我不是很明确，可是我知道我只要依靠神他会带领我，所以我决定留下来受装备。那未来的日子跟未来的服事，也求主继续带领我。那这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见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谢谢。好，谢谢伟龙，他继续在我们的培训中心继续接受装备2年。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生命是不断的需要继续在上帝面前破碎、重建、
恢复，迈向更整全的人。我们相信神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的作为。那我们刚才念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2章1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同心协力起来行走。刚才我们看到伟龙，其实他有一个不放弃他的姐姐，是支撑他改变的动力。可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有很多爱我们的人，可是这些爱我们的人只能给我们有刺激我们改变的动机，可是那个力量从哪里带来呢？其实改变常常需要的是一个力量，有动机加上力量，力量常常是只有从神而来，才能够带来一个真正生命的改变。可是神同时也拣选不同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摊了以后呢，好让我们可以重新怎么样站起来。就好像今天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2章1到12节一样，在这个疫情底下，我们都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疫情下的疫情啊，当我们说我们看到疫情，我们遇到疫情了，当5月份急速的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仰生活，难道不是常常因为外在的事件发生，同时上帝允许，而且让我们反观检视我们内在生命的本质？当我不知道你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你有没有重新思考定调我们生命的本质到底在哪一个地方？我们除了恐惧、害怕、怀疑、忧愁以外，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可是这些东西生命的本质，我们怎么看到上帝仍然在这个本质里面仍然要做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疫情当中坐电梯的经验，应该蛮多的吧哈。尤其在5月份坐电梯，那更是惊人啊！有一次我坐电梯的时候，突然一打开，里面有一个人，我站在外面，他看到我吓一跳，我也看到他吓一跳。可是我知道箭头是往上，因为我家住7楼，他要往10楼，我在1楼等电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到底要进去还是不进去？进去吗？啊？进去，电梯很小，5月疫情又很多，我进去可能我不会怕，可是他会觉得怎么样？很害怕，因为很难保持1.5公尺。然后进去了，我真的进去啊！进去以后呢，平常是会打招呼的，因为我们在用同一个电梯。那个时候到底要打招呼还是不打招呼啊？还点个头，还是打招呼了哈？其实我要讲的不是那个外在在电梯的状况，而是我要讲的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很封闭的状况的时候，到底我内心在想什么？我们人的因的疫情，我们人虽然我们可以这样，可以点头，我们心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呢，还是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件事情，让我们心彼此怎么样拉近在一起？疫情当中真的有各行各业因为疫情都摊下来了，尤其旅游业、观光业，还有一些服务业都摊下来了。可是不管如何，我们的状况，我们的本质就是如此，我们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仍然有很多我们心中的怀疑、忧愁、担心、害怕。可是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更同样思考，疫情当中那位主仍然活着，让我们操练可以如何在摊的当中，我们可以同心协力，能够一起行走，往前走。那我们一起行走需要哪些呢？我们一同来思考今天的经文。第一点，我们觉得我们一起行走当中，我们需要群体的协助。这段经文里面，刚刚我们念的经文里面第5节里面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见谁的信心呢？当然就是见那个什么抬摊子那个4个朋友的信心。可是这个摊子这4个朋友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是看见众人没看见。
而且是他独特的看见。耶稣说他有信心，有信心常常是因为我们看见一般没有人看见的事情。这个很多人，那个屋子挤满的人，很多人都到屋子里面去了，有卡到最好的位置，有进到摇滚区，有坐在 VIP 那个位置。他们为什么花很早的时间进到那个摇滚区，坐在 VIP 里面呢？他们可能期待看见是什么？听见一篇美丽的故事。可能他们只是来看热闹，可能会来看一个明星出现在他的眼前。很多人是挤满了屋子，可能是这种心态。可是这摊子的4个朋友，他的信心，他看见是他们其他人没看见的，因为他看见屋内正在讲道的那个人，是那位弥赛亚，是可以行神迹的那位主。不只看见那位可以行神迹的主，他同时那4个朋友体验到一件事情。正在讲道的那一位人，他同时有权柄，同时他看见人的需要，所以那4个摊子才带着这样的信，把他的好朋友，那4个人才把那个摊子怎么样，有把握的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听，常常在。我们有没有听见那个信心里面看见那一般人看不见的事情？他4个朋友在患难困苦当中，他看见他的信，使他的眼光怎么样？与人不同。他的眼光与人不同。那第二个呢？他的信，他不仅仅是在言语当中的信，他的信也不是只停留在知识上的信，他的信呢，绝对是一种什么样？行动的信。为什么说他的信是信心一定要行动？为什么他说他的信心一定有行动呢？而且信心一定让他产生一个非于常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所有人可能进到那屋子里，进到那个广场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只有摊子跟4个朋友进不去吗？可能不止吧，可能同时也有人进不去啊，可能同时也有别人进不去。可是他因着真信，他就产生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一定带来一个概念，这概念是什么？而且会有个策略。5章1到4节里面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把屋顶都把它怎么样？掀掉，拆了吧，对不对？他有没有行动？有没有想法？有没有策略？他有啊。他把屋顶都拆掉，还好李牧师今天讲到，没有人把屋顶拆掉哈，表示我的功力还不够了哈。他们把屋顶都怎么样？拆了。他的信看见人不能看见，他的信带出怎么样？信心的怎么样？行为。他就把人怎么样？把屋顶拆了。我不知道今天我在这边讲到有人来拆屋顶，我感觉他不是说要得医治，我感觉他要来拆我的台啊，可能不一样哈，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想他拆屋顶啊，拆屋顶下来，费了千辛万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吧，对不对？所以摊子那个4个朋友呢，他齐心合力，不是因为先有怎么样内在的信带出外在的怎么样，带出外在的行动。你想那摊子要4个人抬，你觉得他体重呢？应该不会太轻啊。
可能会像我一样，绝顶又怎么样？绝顶又聪明，中间又很厚，中厚又老实哈。所以呢，他这个摊子呢，这4个朋友就把屋顶拆了，把他坠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们用一个因着信带出来的怎么样？一起齐心协力把摊子怎么样送到耶稣的面前。可是第二点呢，当他送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耶稣感觉呢，好像不是要解决他们怎么样，立即解决那个摊子的摊外在生理的问题。第5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 PPT 可以放到第2点哈。然后他说：“小子啊，你的怎么样？有说你的病好了吗？有说你马上起来请走吗？有没有说你的信哇马上成就你的事？没有啊。啊，耶稣那时候他在讲道的时候，有没有知道有没有人在拆屋顶？一定知道嘛，100%知道，绝对会知道。可是耶稣就是因为他知道，而且他知道他下来有一个更重要、大过神迹之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解决他根源的问题。耶稣可以，当那个人在拆屋顶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能力说不要拆了，起来行走吧？可以耶，耶稣绝对有这样的能力，对不对？可是耶稣更知道人根源的问题要处理，所以当摊子一下来的时候，那4个朋友把他坠下来的时候，他却说，耶稣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却说：“小子啊，你的怎么样？罪赦了。”我想这5个人，摊子还有4个朋友，最想听到的话就是这句话：“罪赦了。”看得到吗？罪赦了，看不到哎，完全看不到罪赦了。他应该更直接讲什么？你起来怎么样？行走吧，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千辛万苦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可能有时候把那优先次序弄错了，因为神最在乎的事，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成就。神最在乎的事，是因为罪得赦，好让我们如同浪子一样，可以回到怎么样？父家，生命跟他的生命连结在一起，这是神在乎的事。可是我们包括自己，我觉得我们最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很在乎的神的作为。可是我们常常最不容易的是什么？我们不在乎神的想法。上帝啊，帮助我这个那个。可是我们多少的时候祷告，上帝啊，帮助我可以愿意顺服你的想法，以你的意念怎么样为意念？好难哦，这个挑战更难。我们总是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总是期待一件事情是什么？上帝，你把苦难怎么样挪开？可是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改变我的想法，改变我的生命，让我有勇气面对怎么样苦难？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吸毒是不是一件苦难？刚吸毒、酗酒，可能是一个逃避压力的方式，可是最后变成生命的苦难。就如同我刚才介绍牧恩的工作，那15岁的小朋友生在那样的一个家庭，你觉得是不是一个苦难？真的是一个苦难。可是我们常常想要解决那苦难的问题，可是我们却没有先解决生命的议题。当我们生命的议题解决以后呢，我们可能更容易解决面对苦难而来的力量。所以常常人家问我，福音戒毒是到底做什么事情？我觉得福音戒毒最关键，那个毒戒毒，那个毒是什么呀？那个定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某一个角度就是解决人罪性的问题。当我们罪性没有回来到上帝面前呢，我们一定会有各样的罪行会发生。就算我今天没有吸毒，讲我是一个远离神的人，我仍然还有其他不同的罪行会在我生命当中不断的发动来辖制我。所以当我们本质解决以后呢，我们才会从一个高度的自我为中心的神的生命里面，慢慢的怎么样，学会怎么样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是在乎神的想法，成为我生命的指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在乎神的想法，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的话，那我们的人每一步，我们的每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戒毒戒瘾这件事情是不是一种附加价值？这个叫做一种附加价值。自然而然，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自然不会再陷入过去以前那污秽、肮脏、不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上帝让这个摊子跟4个朋友来到我们面前，来到他面前。最重要不是耶稣不能立即叫他起来行走，耶稣最在乎的是什么？他的罪有没有得到怎么样赦免？我们有没有在乎我们生命当中根源那个问题？我们起来行走，上帝要解决那根源的问题。所以他第9节里面更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他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赦罪的权柄，谁有赦罪啊？以前我在监狱关的时候，最喜欢一件事情，总统大选。当总统大选的时候，就会有颁布怎么样特赦，所以总统才有能力怎么样赦免减刑，行政院院长还不行，别人也都不行，只有总统可以赦罪。所以耶稣有那个权柄，因为他是怎么样那位君王，他有赦罪的权柄。那有人就犯嘀咕啊，他凭什么说他有赦罪的权柄呢？所以耶稣在那边提了一个问号，说我也要问大家，你觉得行神迹容易呢，还是赦罪容易啊？行神迹容易的举手一下。只有一位。赦罪容易的举手一下。麻烦人家给一下面子啊哈！不要这样让我这个网红直播主突然都没人举手这样哈。那其他的人是嘛？不举手的，叫做墙头草，没立场。好，这2件事情好像看起来都不容易啊。可是我觉得呢，以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今天牧师来到我前面，你最得赦的，平平安安回去吧，看得到吗？啊？看不到啊，没有问题啊。可是今天来一个瘸腿的来到右昌长老教会，然后牧师就跟他讲说，起来行走，哇，困难吗？容不容易？不容易啊。那你觉得哪一种容易？啊？哪一种容易？最赦免容易，看都看不到啊，也看不到啊。我只说平平安安的回去，你最得赦的，看得到吗？哎，那个行神迹叫他起来行走，马上要见真章啊，对不对？真的不容易。这是我们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啊。可是你觉得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哪一种容易啊？起来行走实在太容易了。可是耶稣讲赦罪，你的罪得赦的，真的好不容易哦。这个不容易是什么？
在哪里我们得到赦罪？在十字架上，我们得到赦罪。在十字架那个地方，我们与主相遇。在十字架上，耶稣把他的命给了我们，我们才得，我们的罪才得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容易的？十字架恩典对我们领受方看起来是容易的，可是对耶稣和天父来讲，是何等不容易的事。他要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这好不容易啊！像今天有人说要把我的儿子给他，我给不出去，我给不出去。所以，罪得赦这件事情不容易的，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自己让我们罪得赦。所以，因此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他才讲说，因着先赦罪，然后他叫那个怎么样，小子叫那个瘫的人重新起来，怎么样行走。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他说行走是将羞辱变成荣耀。那耶稣在最后的时候跟他讲说：“小子啊，起来，拿你的褥子怎么样走吧。”耶稣为什么讲说要叫他拿褥子走呢？那褥子又臭又脏，已经不知道跟这个摊子多少年了，对不对？应该不要就起来就走吧，还要拿起褥子走？为什么？耶稣是环保人士吗？可能是啊，不要把垃圾丢在别人家门口啊，哈，所以要叫他褥子拿走。他说：“我想那个褥子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恩典的记号，褥子一辈子跟着摊子。当他重新起来行走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一件事情：那个褥子就是你经历神赦罪之恩的恩典的怎么样记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褥子在哪里？什么是你生命当中的褥子？什么是我生命当中的褥子呢？褥子看起来是一种羞耻，就好像我们人生贪的永远离不开那个地方，可是那个地方却是我们经历十架医治最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褥子。那褥子是什么呢？褥子是在我残破不堪，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完全无力的状况底下，我们却在那个褥子里面经历到怎么样十字架的恩典，也经历到十字架的荣耀。就如保罗在哥林多书1章14节所说的，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你有没有在这个褥子里面与神相遇，让你得到医治？你有没有在这个褥子里面经历到十架的荣耀呢？当你在这个褥子经历到这样的福音的能力的时候，你可以跟人宣讲真实的福音，因为我经历了，你也经历了，你也经历了，因为我在十架上得着怎么样医治和荣耀。所以呢，这个摊子故事，当然我不知道后面还没怎么样，他经历到这些事情，有没有可能这个摊子起来行走以后，他成为一个怎么样抬摊子的人？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主以后，可能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是抬别人的人，有一段时间我们软弱，也有别人来抬我们，对不对？鼓励我们。我们同时是一个被抬的，也是怎么样抬别人的人。
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一同经历那宝贵的团契的生活。那在疫情当中，我们也在想，牧恩那个门徒培训能够做什么？所以5月份的时候，我们本来有一个那个恩典厨房，我们有承接一些教会的爱宴，还有教会的一些或教会的一些活动的时候要订的便当。可是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卖教会爱宴和便当，其实我们希望卖教会爱宴和便当，订购我们这个支持我们福音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和更重要的价值是，我们把盈余可以去照顾我们附近的弱势团体，包括老人，还有独居老人，还有那个有些教会办的一些弱势家庭的课后班，我们都还要派人去煮饭给他们吃，晚餐在那边给他们吃。可是疫情以后呢，这一切都怎么样？停下来了，都不能做了。可是我们还是在想说，疫情当中还是可以做什么？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就拍一个影片，叫100块能够做什么？啊，100块能够做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100块可以做什么？100块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件，我们多拿100块出来，可能我们也不会饿着。可是我们少那100块，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可是我们就想来做100块的一个订便当的活动。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订便当的活动呢？我们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哈。那这个是第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去那个大寮那边有个教会哈的一个课后班，我们去那边煮晚餐给那些小朋友吃。那费用当然都是我们牧人自己出的哈，我们就在出。所以我们在煮这个小朋友吃以后，因为疫情，所以这个活动就停下来了嘛哈。所以呢，可是我们后来又做了一个活动，就是100块，你们挺牧恩挺医护，就是我们送便当给在疫情当中的医院医生、护士，还有更重要一群人是常常人家在医院里面不知道的清洁工，我们送给那些所有的清洁工。因为那群人是常常被忘的那一群人，所以我们送到各医院给那些清洁工免费的便当。可是这个免费的便当需不需要费用？需要，我们就发起了100块能够做什么？就是你们捐100块给我们，就做100块的便当，送到高屏的地区里面各教会给那些清洁工。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因为做这100块的这件事情呢，我跟他讲说，我们之前还没在疫情前，我们做了到教会的安亲班煮东西给那小朋友吃嘛。后来小朋友知道我们牧恩之家有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就有一个中间那张那个 PPT 哈，有个倍加福袋。小朋友，我刚才讲说，这些小朋友都是弱势的怎么样？小朋友，家里弱势的小朋友。他知道我们这件事情以后呢，我就讲说那个叫做铜板之爱啊。他们那些小朋友就20、30、50的捐款，捐到多少钱呢？22330块。哎。40-50个小朋友可以捐到22330块，容不容易啊？他可以讲说，他把所有的怎么样都奉献出来。后来我们就做了24000块的便当，240个，我们送到医院去。然后我们送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我们同时告诉这个医院这个便当的由来和故事。那些院长、那些医护长，还有那些行政人员，还有那些清洁工作人员，他说在疫情当中，他们物资非常多，有很多不同的物资会捐给他们。
可是唯有这个便当呢，是他们吃过最温馨、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便当。他说，连那个院长、护士长眼泪都掉下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疫情当中，可能我们有很多的限制，可是我们更有在信心里面，更有很多的想法，可以变成怎么样行动，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在疫情当中，我们可以同心协力起来行走。我们一样可以同心协力起来行走，就如同那些弱势团体的小朋友，他为我们每一个人上了一堂课，因为他教我们如何叫做同心协力起来行走。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谢谢你如此爱我们，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挑战，你给我们艰难，那你更给我们一个仰望你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在风浪当中，你仍然坐着为王。谢谢爱我们的主，你如此恩待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更知道我们更需要操练那从你而来的信心，化作成为一个行动。谢谢耶稣，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哈，我们谢谢我们李国阳牧师啊，我们牧恩的执行长给我们分享信息，还有他们的见证哈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预备来奉献哈感谢上帝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呼召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当我们愿意被神使用，我们有主的爱在我们心中，我相信神就能够做成他要做的工我们今天有一个牧恩之家的奉献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奉献袋来奉献，不仅是奉献金钱，我们的代祷，我们各样的关心，我相信你所做的神都纪念。我们请执事受奉献。受奉献。弟兄姊妹，我们结束之后外面有义卖品，我们可以小小的义卖品也可以成为这个事工的祝福。其实他们不仅做在自己身上在疫情中，他们也可以做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我相信当我们那个信心的行动会带来那个连锁的效应，我们爱心的行动也是如此。请我们起立来唱奉献诗。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
主啊，你在以赛亚书这么说：如今你要做一件新事，就是使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主啊，我们也相信，在现在后疫情时代，主你仍然在做新事，就是使有罪的变成无罪，使失丧灵魂的得到安慰。主啊，在痛苦忧伤当中的得到释放，主啊，在病痛当中要得到痊愈，主啊，在缺乏当中，主啊，你要让我们得到丰盛，得到富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现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带着感恩的心，将我们预备好的奉献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悦纳，也求主你祝福牧恩之家在李国阳牧师执行长以及同工耕耘当中，能够带给这世上更多的帮助，能够拯救更多的灵魂。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祝福差遣。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烛光。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烛光。祝祷，请陈牧师。你们可以平安去，圣灵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领受那属天的信心，好像那4位能够抬着摊子来到耶稣面前的，能够因着你们信心爱心的行动，使一个人不仅是摊子得到完全的医治，他的罪也赦了，他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够来荣耀主，能够领人归主。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器皿，愿牧恩之家所带领的许多的门徒也成为这样的器皿。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闭会。